李奧亞陳美欣，一個80幾歲男人，朝早喺何文田懷疑被氣槍射傷，警方拉咗一個40歲嘅男人。夜晚8點幾，疑犯被黑布蒙頭，鎖上手銬，押返何文田村彩民樓一個單位調查。隨行警員帶埋電筒等嘅物件上樓。警方話喺疑犯單位入面發現多支氣槍同埋一啲氣槍彈，事件列為傷人案。警方挨晚喺案發現場附近嘅何文田村彩民樓一個高層單位帶走一批物品。警方證實拉咗一名40歲嘅男人，喺佢嘅單位裏邊檢獲9支氣槍同埋4樽氣槍用嘅 BB 彈。事發喺朝早大概7點，一個83歲嘅男人晨運途經常樂街嘅時候，懷疑俾人由對面嘅大廈高層用氣槍射中胸部流血。警方接報之後，隨即封鎖常樂街一帶調查。附近嘅交通標誌清晰睇到多個彈痕。多名警員之後帶同斧頭、頭盔等等入到彩民樓調查。又喺案發現場搜索氣槍圓彈，連附近嘅護土牆、坑渠都唔放過。警方話咧，喺今年5至到8月期間，曾經接獲市民報案，咁發現咧案發地點附近啦有空罐被氣槍彈射凹過嘅痕跡，當時並冇拉任何人。警方話正調查氣槍發射嘅位置。你話喺氣槍由邊度係射出嘅話咧，因為我哋而家咧就係都邀請緊政府化驗師咧幫我哋睇翻。咁但係咧睇下伯伯行嘅路徑嘅咧，就係應該係喺彩民樓呢個方向㗎啦。阿伯伯咧就做咗一個手術㗎啦，咁咧就喺佢左上肩嗰度咧就係攞翻一粒圓彈，咁啊相信係一個氣槍嘅圓彈嚟嘅。咁附近嘅街坊就話，平日好少發生呢類事件。梗係擔心啦，有啲咁嘅事情發生。有區議員就建議警方加強定點巡邏。無線電視記者陳嘉欣報道。一個男人涉嫌同朋友謀殺父母並將佢哋肢解嘅案件，繼續喺高等法院審理。首被告嘅表姐作供話，首被告曾經諗過殺咗父母之後，下一個目標就係哥哥。29歲首被告周海亮係案中遇害夫婦嘅細仔，35歲次被告謝津琪係首被告嘅朋友，兩個人被控喺舊年3月1號殺死首被告父母周榮基同蕭月兒，兩個人都否認控罪。控方傳召周海亮表姐蕭榮君作供，佢話舊年3月14號晚，首被告同一個朋友同佢喺尖沙咀一間快餐店見面。首被告提到，本來想30歲之前自殺，但係識咗一個叫阿琪嘅朋友之後改變咗，由想自殺變成殺人，因為阿琪嘅思想、遭遇同感受都同佢類近，有互相明白嘅感覺。首被告又同佢講自己有心理病，感受到他人嘅痛苦，由細到大都唔中意父母，因為父母婚姻關係唔好，爸爸打哥哥，哥哥又打佢。曾經諗過殺死父母之後，下一個目標係哥哥，最後冇咁做，係因為喺過去2星期感覺到哥哥對佢嘅關愛。首被告仲提到，完咗本案之後，其他喺大陸嘅殺人大計。蕭榮君作供嘅時候又話，首被告曾經多謝佢嘗試去揾翻佢嘅父母。首被告亦都曾經形容蕭榮君係一個真誠同埋溫暖嘅家人，令佢覺得同呢個世界有結連，而唔係憎恨呢個世界。表姐又話，首被告提到處理遺骸嘅方法，包括帶住遺骸踩單車，然後掉入海。後來發現用膠袋裝住遺骸，膠袋會浮上水面，改為當成食物棄置。佢形容首被告提及過程冇人發現呢件事嘅時候，佢覺得好自豪。首被告哥哥亦都出庭作供，佢話一家人關係唔算和諧，但係唔太差。形容細佬同爸爸關係比較親密，間中會同爸爸講笑，自己就同媽媽關係比較好。佢又形容細佬生活喺自己嘅世界，認為世界欠咗佢，但係佢相信細佬唔係精神失常，只係有自己嘅一套。
佢話媽媽盡努力將細佬由黑暗中拉出嚟，而兩兄弟嘅關係唔算親密，講嘢唔多。細佬近幾年亦都比較沉默。證人又透露，曾經喺媽媽口中得知細佬同佢之間對遺囑嘅財產分配有過爭拗。被告兄長話，舊年3月5號開始擔心，問細佬父母失蹤咗幾日係咪應該報警，但係細佬話佢哋可能只係去咗旅行。到3月9號警方正式調查案件，細佬仍然堅持話父母可能只係返咗內地旅行，電話冇電，所以聯絡唔到。無線電視記者李子琪報導。庭上有揭露，首被告周海亮喺被警方調查期間發短信同朋友講自己殺咗父母。控方朝早呈上多項喺案發現場揾到嘅證物，話兩個被告喺舊年1月至2月曾經喺唔同嘅地方買刀、錘、鋸、2個二手雪櫃、2個微波爐等。部分警方揾到購買單據。控方又讀出首被告周海亮發出嘅短信，喺舊年3月14號，即係案發之後接近2個星期，向一個有20人嘅聊天群組發出㗎。短信嘅內容話，佢2個星期之前殺咗父母，已經準備需要終身監禁。佢要爭取時間同朋友告別，又話打算將案扮做係失蹤人口案，估計警方需要半年至揾到屍體。不過佢想停止呢一件事，打算向警方講出真相，並且會出賣一齊殺人嘅伙伴，即係次被告謝津琪。辯方律師補充短信嘅內容，話被告提及自己心理有問題，唔想父母存在，又話自己冇同理心，全因為自己童年時嘅經歷。而聊天組裏面有人問被告，佢哥哥知唔知道呢件事？被告就話唔想驚動佢，因為佢將會失去3個屋企人。另外，控方又話，首被告被捕之後，法醫幫佢檢查嘅時候，發現佢有多處正係愈合嘅傷口，集中喺雙手手掌、手腕同埋手指。最長嘅一個長6.2厘米嘅傷口喺左邊嘅大髀，相信係被利器所傷，以及係喺檢查之前1至2個禮拜造成㗎。無線電視記者劉子欣報道。雲南超通地震救援黃金72小時過去，死亡人數大幅上升至最少589人，過百萬人受災。當局話部分偏遠村落仍然無法到達，遇難人數可能仲會上升。黃金72小時結束之前，搜救人員不停喺龍頭山鎮龍泉村嘅廢墟入邊尋找奇蹟。一個被困50個鐘頭嘅88歲婆婆早前順利獲救，佢冇受傷，但血糖比較低，身體虛弱。不過經核實之後嘅死亡人數就喺1日之間迅速攀升。當局話可能同災區連日通訊中斷、道路受阻有關。由於部分偏遠村落喺地震入邊發生山泥傾瀉，部分甚至成條村被掩埋，相信要等救援人員徹底深入各個災區之後，先至能夠比較準確咁核實遇難人數。幸存嘅居民就陸續獲安排入住臨時帳篷。直升機運嚟一批又一批嘅糧食，總算係3餐溫飽。但家園被毀，災民嘅前路仍然茫茫。還不知道，現在挺亂的。救災另一挑戰係水位不斷上升嘅堰塞湖。雲南公開早前以無人機拍攝堰塞湖嘅情況。其中喺牛欄江形成嘅堰塞湖，雖然水位上升速度放緩，但目前堰塞湖嘅水量已經相當於一個中型水庫，對下游構成威脅。當局準備以炸藥爆破被堰塞湖淹浸嘅水電站洩洪。炸發層呢，原來是控制水能進水的，那麼現在呢，我們不需要控制啊，需要盡最大可能的下泄，所以要把它炸掉，就把控制措施炸掉，同時呢，打開調壓井。讓這個水自由溢流，打開這個原來調壓井的施工支洞，把堵頭炸開，讓這個水從山體裏的宣泄。25個武警尋日到另一個堰塞湖準備安裝炸藥嘅時候，就遇到山泥傾瀉，一度被困，其後已經獲救。無線電視記者周子玲報道。為免阻礙雲南地震救援工作，國務院辦公廳發通知，要求義工同埋物資唔好私自進入地震災區。譚美琪喺雲南魯甸縣城報導。一方有難，八方支援係近年天災動員嘅口號。但係通往重災區必經嘅魯甸縣城，繼續有大批義工同物資滯留，當局唔准佢哋入災區。
昨天我们本来是想进去，但是因为里面人太多，之後昨天下午我們接到通知，然後被安排到這裡進行服務。有義工話擔心災民得唔到協助，嘗試坐村民嘅電單車到災區，親身出一分力。跟他們進去送飯嘛，因為那邊路斷了，然後那些送飯的都是從那些山路上走過去。好多團體同義工原本準備咗一車車嘅物資，準備運去災區協助災民。咁但係由於佢哋嘅車唔可以入到災區，而家好多物資呢就堆積晒喺路段縣城呢一度。國務院辦公廳發通知話，雲南地震災區處於河谷地帶，冇接待能力，大量人員前往會為救災工作帶嚟困難。辦公廳要求災區嚴格控制到災區嘅工作人員，亦都會勸阻非緊急救援人員到災區，包括係非專業救援組織、志願者同遊客等。而救援物資就要交由民政部門統一安排運去災區。無線電視記者譚美琪喺雲南老店縣城報導。休息翻嚟會睇下，俄羅斯正係研究對歐美嘅反制措施，可能限制歐洲航班經西伯利亞飛去亞洲。聽日就係立秋，寓意秋天嚟到。炎熱嘅香港立秋會係點嘅呢？翻嚟會講下。現貨倫敦金賣出價最新報$1307。資訊由英皇金業提供。互動新聞，24小時全天候報導，最快。